拆息屢創新低下，公平過租時代來臨，二手市場裏現租轉買成交。晉成地產高級營業經理姚仲堂表示，屯門愛琴海岸5座中層 H 室，實用面積約519方尺，兩房間隔，最新以430萬元易手，尺價約8285元。據了解，新買家為同區租客，看見樓價息口平，供樓平過租樓。上述單位景觀方面主要望山景，比較清靜，價錢經商議，原業主因換樓，故叫價由450萬元減至430萬元，買家見價錢合理，所以立即決定購入。姚仲堂指，原業主於2009年以180萬元購入單位，持貨約16年，是次轉售賬面獲利250萬元，單位期內升值約1.4倍。資料顯示，愛琴海岸位於掃管笏段管清路2號，2002年入伙，共有7座，提供1624伙。